好咁啊，又講賽馬貼士。咁啊，未講貼士之前就講一樣嘢啦。咁樣市場咧就好難玩，暫時嚟講咧就仍然都係調整緊即係資料庫。咁咧其實咧就可以估冷門嘅，不過我就唔想估，因為個冷門始終都係冷門，熱門咧比較上正路少少。咁啊冇辦法啦，咁啊市場就處於一個非常之不穩定嘅情況下，咁啊啲貼士咧成熟程率就好低嘅，咁啊只係作參考啦嚇，唔好重錘啦咁樣。咁啊第一場啊，咁啊12號贏到爆，第二場啊，9號鋭木，咁啊好正常一隻。第三場啊，咁啊8號啊郭千金唔知得唔得嘅，4號啊2號12神將，咁啊麻麻地，5號啊3號快樂神區，咁啊新米馬嚟，6號六場6號醒，第6場1號醒目先驅。第7場2號細水長流，第8場4號志滿同行，第9場8號回當寧，咁啊第10場12號天福，咁啊第11場9號，咁啊紫荊盛世。好，上一場賽事講完啦，咁就即係成率就唔係咁高，所以就小心少少。